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也》。大家平常时有在参加公益活动吗？我哋一共有一群朋友，今日喺咱的台中，不过今日未上週呢，今日為自家包菜來到我哋屏東，包菜你自家來陪伴我哋嘅新年嚟哦。做乜嘅今日會想到我來辦一個公益活動呢？今日我哋真歡喜邀請到台中天使志工隊楊雲龍楊隊長同邱亞文亞文哥來到現場。來介紹今年的團體，順勢分享今年團隊的故事哦。我哋繼續來分享今年兩位吧。首先分享我哋楊雲龍楊隊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杨允龙，我是天使志工队的队长。接下来分享我哋亞文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的邱亞文。歡迎兩位來到現場啊！不過首先想要請教兩位，尤其係楊隊長啊，您平常的工作，楊隊長平常的工作係乜嘅啊？我是從事代書的工作，就是如果我們要買房子那或者是賣房子要簽約的時候，那就是找我們代書。一般嘅代書嘅工作，你自己有一個公司嘛？有的。有。你有冇講咯？因為本身從事嘅咩不動產嘅作為買賣。因為一個日本人員入錯嘅。對。你兩位人嘅工作冇相同做乜嘅會向下來參加一個天使志工隊，也想參加嘅也唔過，做乜嘅唔會加入一個天使志工隊？因為之前都還沒有同事有加入過嘅，亦得到一個消息，後面有去參加過，也就第一擺參加是個去帶新人去海邊。轉來以後聽佢哋分享，就知道講也係我當喜歡的一件事情，當感動。後面嗰時候後面陸陸續續每一季還沒有直接報名去參加。本身除了本身都有一個興趣來參加一種公益的活動，都好談到一個消息咧，參加今年的活動，那常常會認識一個團隊，讓你加入唄。你楊隊長，一個安好的團隊天使志工隊啊，總讓我來成立一個團隊，應該係你來成立的嘛？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團隊的成立嗎 ？OK， 這個在6年前我在客戶的店家的時候看到大概有3箱的尿布，那當時我就問他尿布做什麼用途，他是說要捐給不運動的伯納里之家。當時候呢，就是3個月後我帶着員工旅遊也去了參訪，那其實有遇到一個小朋友非常印象深刻，一直整路的跟着我們。那後來我問了院方，院方就說他是一個小時候就被丟在伯代之家門口，然後媽媽告訴他說：“你就在門口等我回家，我等一下回來載你。”那從此以後就沒有了，就沒有再回來帶了。所以只要門口有一些車子來，他小朋友就會趕快去看看是不是媽媽來了。那我們所以我一直在掛念這件事情。在第一次參訪之後的大概近1年的時間，我決定再去一次。所以就邀了幾個朋友一起前往，那前往了之後非常的感動，看到院方們的老師的付出，對小孩子的付出很感動，所以我開始對周邊的朋友募物資，那問他們院方缺什麼，開始募錢專款專用去買他們要的東西。那這個大概持續了4、5年之後，覺得應該他們更需要的應該不只是物資。所以我想他們需要的應該是親情的陪伴，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是沒有爸爸媽媽的，那我希望我們能夠來代替他們的爸爸媽媽，所以我想我就開始募人，那所以借由剛開始去年11月成立我們天使志工隊，所以募了1部車第一次，那所以我們就帶了這些我們的台中的朋友一起去關懷這些小朋友，是這樣成立的。其實按你談紅了楊隊長，你們個團隊其實去年11月才剛成立嘛，正式成立。不過你們其實有一條朋友佢運作已經超過6、7年的時間，很長的時間，可能更長。是。你們最頭下時間就來
北太尼之家吗？还是有在其他的地方？有在其他的地方吗？是在这个北太尼之家之前，我们在台中的华穗之家已经持续了2-3年的时间，也是每季去一次。那每次就是去带活动，那边安养中心是一些比较不能活动的一些老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人。那所以我们去带活动，然后也是陪伴他们，是这样的。安尼咁问过，佮参加一条活动啊，像北太尼之家参加到嘛？喺台中嘅也有参加到嘛？以前有参加過瑪利亞。其他另外一個地方嘅，安尼感受到今年之後有乜嘅感受嘛？我知道，因為屏東有一些較偏僻一些啦，行個資源可能都較少，因為兩條地方去看過以後。唔係講台中唔知參加，而是說我知道對屏東一片的人來講嘅話，佢可能行開始嘅人一定去聽書，行開始嘅他家人去當佢幫忙。唔過有問過，今年一下而家團隊有幾多人啊？可能有70-80艘。算按多呢，70-80艘一個團隊。哇，你楊隊長，你能按多人這麼多人啊？你能工作啦，團隊底部嘅職務分配，你很用嘅規劃噶。我們在成立的時候，其實還沒有所謂的分工，大部分都是我一個人在做統籌。那所有的活動規劃，還有一些細節都會由我統籌規劃。但是後來有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呢，那我們就3-4個人一起成立一個幹部組。那每一次活動我們就開會，所以我們才會有每一次活動都會不一樣的主題。那每次開會的時候就會有讓小朋友可以玩的不一樣的東西。嗰種人自家有一個主要的幹部人員、工作人員都錯。是的。冇分工，萬係發通的啦，萬係下東西的。是。活動組跟那個意見組。意見組。對。意見組係做乜嘅呀？意見頭髮跟指甲。意見頭髮毛同嘅修嘅指甲。指甲。你咁問過人一度剪頭髮唔係凊彩剪呢？你用嘅辦哦？就會有個人會有效啊。去學啊！特別為到一個發通，可能為到一個團隊嘅需要，可能去學。哇，冇簡單的楊隊長，自己本身的工作不是這個，還為了團隊，為了團隊還去學一個。是。哇，一個團隊向心力超強咧。不過按當年可能用嘅報名，喺這個來嘅也係能有去招募咯。其實第一次在牧人的時候呢，我們其實一台遊覽車40幾個人是沒有辦法一次就是約解完成，所以在 FB 啦，還有一些網絡平台，我們有邀請我們的客戶。那其中有一位比較特殊，是我幫過他一個案子，沒有見過面，只有講過一通電話。那他看到我的 LINE 的這個動態呢，他就報名參加了，所以非常的感動。那後來在幫客戶上課的當中，我在課後呢也宣導這樣的活動，然後有一個客戶也因為這樣報名，然後全家一起報名。全部歸家都向下來報名，唔係自家一個人。是。哇，安有愛心呢！除了安呢，有問過，你團隊底部啊，各行各業人都有嘛，錯冇？有限定講一定會台中人將可以來報名一個團隊嗎？沒有，有心的人就可以來。有心的人就可以來。嗰個楊隊長，你底部除了台中的人，更加有別的地方來的嘛？還是有。其實我們沒有限制，說是台中人，只要是有想要參加的都可以，無論是什麼樣各行各業、什麼樣的人想要參加，我都歡迎。冇乜嘅條件啦，如果你沒有乜嘅年齡嘅限制啦，冇乜嘅工作，只要有愛心，想要來參加一個公益活動，都可以來參加。對，我們最大的年紀有快70歲了。哇，真係冇簡單。不過團隊成立都要下短的時間，不過頭先有去過其他嘅地方嘛。你能睇運作嘅時間，招募款項的部分，你能睇招募嘅時間會唔會遇到乜嘅困難？會有困難嗎？我們其實都在網絡平台上放這些資訊，那希望看到的人就會來了。所以其實做這件不但你這個事情是在台中來講，我的行業跟我的客戶大概都知道我在做這個事情。所以只要我已經公布什麼時候要到不但之家，很多物資就已經來了，就送到我公司了，要我轉送的。只要用這種嘅手續，不用出去聽網絡風，有手續不用出去，嘅物資都會過來。還有捐款也會來。是。想請教一問過以後，能去到北太尼之家，
一到生年呢，除了迄个无阿爸阿妹之外，还有其他状况吗？可能有某个情形一到生年呢？伊到本身来讲的话，有时係头脑有一些的问题的。哦，精神方也係講，可能身體方有某個無，因為頭腦算當一面的器官。好，我影響到伊嘅手也個腳。我當到要坐輪椅嘅，這樣有辦法坐。哦，可能像有個小兒麻痹啦，也係講有唐氏症嘅也有。都有。哦，啊，可能地步嘅生年呢，差唔多一度呀。地步差唔多150、160。160。啊，你一到生年呢，你去招募一到物資嘅時間啦，可能差唔多會需要某個東西啊。平常嘅衫褲啊、鞋啊，全部咪可以。哦，衫褲鞋啊，你睇募一到物資嘅時間，我注意到佢啊，需要嘅尺寸啊，也係講太細那個的冇。你可能佢冇辦法，因為就看大概見過來嘅衫褲也係。有乜間啊？就係見乜間。反正可能物資有乜個可能需要嘅，可能就全部募資喺度。因為佢哋咪有大有細，佢哋會分批。哦，如果給巴卡尼自家可能院方可能地方自家都會去分批一啲物資嗰種。哦，楊隊長，啊你們團隊最主要核心，你們宗旨係做乜嘅？其實我們最主要還是以志工，然後能夠帶給一些小朋友能夠快樂最重要啦。那博大野之家是我們最主要我們要服務的一個單位。台灣的單位其實非常的多。那其實我也可以，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找到那麼遠的地方？那為什麼不找台中？其實台中的物資不缺乏了，所以其實很多的單位都不收物資了。那反而博大野之家他們還是願意收物資，所以我在剛開始收物資的時候，從1箱募1箱、募2箱，最高募到快100箱。本來本來2部車可以載下去，後來只要貨運接了。結果就是物資已經夠多的時候，後來就是改募他們缺的資料、缺的東西。所以我在問他們缺什麼的時候，他們有告訴我在網絡上可以看得到他們缺的東西。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水泥車。就是小朋友在用的一些水泥車，推一些稻草啦，還有推一些他們農作物要用的東西，所以我就幫他們募了錢之後，去專款專用買這個水泥車6部。一條器材真是平常時冇想到會有需要一種嘅呢。對，觀眾朋友，楊隊長今年做嘅事情挺有意義呢。不過今年睇博大野之家辦嘅活動到底還有乜嘅內容呢？下一堂我哋繼續過來了解一下哦。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上一堂我哋啲天使志工隊今年2年成立，怎麼嘅今年想要來做一條公益嘅活動？不過今年睇博大野之家到底辦嘅哪條活動？還有乜嘅內容呢？我哋繼續來請教兩位咯。咁問過，頭頭有講到你哋有啲募嘅物資嘛？我真好奇係講，你哋募頭頭有講嘅水奶茶，怎麼嘅今年新年會用到一種水奶茶呢？因為也得有搞新年嘅一技之長。今年有搞新年就有做無昆用嘅工作。有嘅去灌養啦，有嘅去育牛嘅啦，有嘅去種農作物、種菜、種物嘅就有。今年搞新年嚟去做事情，今年去學嘅工作嘅技能。嗰時候有嘅新年嚟去種牛，去做種牛角、種牛妹。對。除了按呢，今年還有做乜嘅嘛？博大野之家第八新年呢，有種菜，今年自家種。啲古早期就要用嘅水奶茶，有時候辦錯嘅，去養牛去養啊。所以講像我哋講嘅嗰種煉果茶，嗰種3獨輪車也有啦，吼。對。嗰種今年會需要到按呢嘅工具。原來按呢，嗰度嘅除了衫褲啦，食啲東西，可能有啲時間要用藥嘅啦，係嗰度。原來還有一種器材嘅使用呢。唔過堂堂人有招募嘅茶嘅。個茶嘅用途係乜嘅呀？楊隊長。復健車就是帶小朋友到醫院啊，還是帶他們去外面活動，所以那個車子大概可以載4個小朋友。那他們當時候的車子都老舊了。我是有問他們師母最主要的缺的是什麼東西？那車子怎麼會這麼舊這麼老？所以他們才有提到說他們還是缺2部，可是目前的預算編列不到。
我有告诉他说这个由我来负责。所以第一部车在很快的时间2个月内就已经募集到了。那第二部大概事隔了4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呢，我想说我要再募这个大家的钱速度有点慢，我就自己出资把一部车买下来捐赠出去给他们。哇，你这个买一台车的，分给北海人自家给人来做一个给人平常时做生意来用的安尼。对。哇，这是真厉害呢！用对种安尼除了从物资分北海人自家啦，那也第二讲，人哋有办活动，是，那人办呢办的这些活动，你用黑马给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吗？这个在我们第一次的活动是带着小朋友到南湾的垦丁，然后玩水上活动，像香蕉船。等一下，真是去搞冲眼的去垦丁那种海边去搞那种香蕉船啊水上摩托车也对。是的。啊，今年没有给有一些人的身体比较不适合嘛，你们因为上到为了带给人去搞那个嘞。是，这个在出发之前，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有这样的疑问，就会问我说：“这样小朋友可以玩吗？”我说：“可以，绝对可以。”我们带着一个带一个，一定可以。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我们交代水上活动的教练，速度慢，不要快，其实不要掉水，那小朋友都很开心。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现场临时在师母有带4个比较重症的小朋友，推着轮椅，然后但其实他们的反应都是正常的，虽然他们多重障碍，但现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4个小朋友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跟师母说，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就到对面的 7 吹海风就好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师母当下一句话：不行，他们这辈子一定要就是只有来海边一次，一定要下水，一定要磨沙，看看海浪。这句话就影响了我们全部的人。那我们每个人互看一眼之后，决定分工，把这4个小朋友带到海滩去，把轮椅啊还有人啊一起扛下去。哇，扛到海滩。真是谈到一个故事，挺感动的。因为要到这里呢，这些小朋友他们生平100都海边。对，第一次到海边。对，给老师师母你们会不会提出这个想法？你们提出的，也是给院方给人提出一个想法的呀。对，这个在这个活动之前的前3个月就已经跟师母讨论了。那所有我跟师母讲一句话：只要院童可以带着出去了，包在我身上，我会保准他们安全。所以我在行前一直跟志工宣导，还有在我们前往的巴士上，我一直宣导一些安全的问题，然后宣导如何带小朋友。不过新年呢，底下讲，他们可能有一些。我们会理解讲，人同伊讲嘛，比较不能理解嘛。给人后续的反应跟先前有没有个期待，你们可以分享一下给人的感受吗？是，这个其实我们在玩水之后，我们有带小朋友再去做一个净滩捡垃圾的活动所以让小朋友觉得说这个海滩很干净很漂亮，我们把垃圾捡起来就漂亮了。所以事后我们在回程的巴士上，让一些我们志工们分享他们的感想。其实每个人的感想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每一次的活动参与的志工，我希望他们都印象的非常的深刻。这是我希望能够影响他们周边更多的人，然后可以带更多的人来，然后家和万事兴，可以家庭更和睦。是啊。要问过，除了新年呢，给人亲像去搞那个嘛，给人会不会一定会有在期待出去了？除了新年呢，会不会有？长辈的部分，你们也有带给人出去那种活动啊？今年初的时间，我们有一摆带给人去家乐福。就每一直带一直。也就每次只到家乐福门口停下来，很特别到前面2条街前面下茶，个松灯、天灯树带给人，安尼行过去几片。行到家乐福，嗰阵一直带一直，抢给就这一些的东西。想看嘢就想要买嘛个，买嘛饼的，买嘛糖的，是。每一只全部就当发现也先一只给先一只，先都能的当，因为现在带等转到不单一自家来生。其实对于个人来讲，你去北滩你自家之后，可能冇乜个机会可以做出来。弄假啦，也係講出去那老老啊，迄5年到底不會去的之後，規劃也就發動，總有發出本地人來去諾貝爾看看那嘛。辦這些活動之前，志工有在上什麼的課程嗎？
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志工。那我曾经可能在前几个月，我有跟市政府想说申请我们的天使志工队的设立案。那但是在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繁琐，加上要很多的政府的一些核准函。我想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我们的所有的志工们非常快乐，然后只是发心的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希望受政府的束缚，就是最主要是大家快乐，然后可以带给小朋友快乐，这是我们最大的宗旨。你们都会自动自发、自动会去做这的事情，所以没有一定有政府会补助啦，也还可以资助安内。是，不过攀野的发通爱底下讲有很多人力，爱底下讲能有千多年。不过在几百家嘅发通的时间，应该也还有多多嘛个困难的，尤其迄年的对象係唔係平常的青年的嘛，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其实我们在现场活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志工们都是有的很多第一次，有的很多是参与过好几次的。那第一次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做什么，但我们其实在去前都会一直宣导他们的最主要的注意事项，就是把小朋友顾好，一个带一个，把自己的小朋友顾好，不能让他跑掉，不能放手，手牵手。所以其实这是安全性上是比较没有问题，但比较印象深刻是，只要小朋友如果说因为院方的小朋友多，那可能这一次没有去的小朋友，没有排到他出去的小朋友就会哭，或者会吵，或会闹。没全部的森林的出去有。是的，是。人就得一撒顾一撒，人家都几多撒吃公鱼，就可以带几多撒生出来。对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乐趣。然后或者是说，当他们知道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有一种期盼，我这一次像这一次我要去梦时代嘞，我这次有去哎，结果有的小朋友就会说啊，我没有办法去。就会一副很可怜的样子。不过这些某些没有去的小朋友，后来可能有其他，可能下一次就换他了，因为这都是由院方安排的。那我们还有一次是重机，就是台中我们一些重机车队，然后骑到屏东博大里。对台中骑嘅重机下来都把它你自噶。是，然后让小朋友体验坐重机那种乐趣。所以那个小朋友坐上去重机的时候，那个笑的那种开心感是真的是，反正就是每一次的活动都觉得看到他们这么笑，就觉得好像一辈子没有白活的感觉。哇，每次都同欢喜，同欢喜样嘅，你在重机呢，没平常，就算平常也没按简单都可以去坐，错冇？不过今日坐嘅重机去出去了嘛，也係唱坐下啲蛋糕安尼，翕相。重机一来到现场以后，先本嘢的翕相，本嘢的抽，下注以后全部带出去那边，咩喺前只安全的地方，一扎一扎，骑出去再出去捞一片兜风，本嘢的真嘅抽100块啦，佢真嘅冇款样。每只下就全部用白的，马上录主把佢哋哇劲安尼，哇看到重机硬要抽到安尼，对，佢哋。跪下来之后又跟吵讲，下一次出去，唔会抽茶，要抽重机咯。没我有啊，就只有要求说我要坐重机，我不要再坐车。对，所以这次活动很成功，所以我们在明年第季的活动也是重机活动，有大概50部的哈雷重机。哇，观众朋友，听到影片真是感觉今日团队真无简单呢，唔但将带青年呢出去了去浇水，也带装批去捞鸡的。除了安尼，今日还有其他乜嘅活動，也係未來有乜嘅規劃呢？等一下休息一下，佢哋馬上過來哦。上一趟我哋第一講天使志工隊，今日睇北海年自家辦嘅活動內容有乜嘅？有帶青年嚟出去了，有帶長輩出去弄雞嘅。不過還有其他乜嘅故事嗎？我哋繼續嚟請教佢哋咯。楊隊長，頭行能有講到嘅帶佢哋出去了嘛，有嘅總結嘅活動。不過係想講再請教一下其他嘅問題，就是做乜嘅你會想到去北大尼之家？因為最頭下嘅時間你有講到會選擇北大尼之家有一些原因嘛。真是還有其他乜嘅比較深入的原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嗎？其实我们台湾的一些这样的博大里的单位是非常的多。
但是真正有在做事情的，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真是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我在接触到第4波大雨之后，我觉得院方真的有在做事情，他教小孩子能够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让他们有价值。所以其实像台中有一些单位，其实他们是让小孩子就是每天只能走来走去、晃来晃去，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小孩子会失去他的价值。那当我去接触之后呢，我其实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一样的怀疑，我说你跟我走就对了，跟我一起去就对了。那本来有一个朋友呢，他每一次都会捐钱。那我一直邀他一起去，后来他每次都跟我去了，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小孩子呢都有会做的事情，种田啊、养羊啊、赶鹅啊，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院方是真的非常辛苦。那我决定是因为这样子来支持他们，然后一直在支持。无论以后有多少人，或者是剩下没几个人，我都会一直的支持他们。因为好彩拄好有一个线上有这些老师有人职工来同探索，不然到3年讲，今年自家还有价值，同正常的人来讲，其实冇乜嘅差别的，让他们有一点被需要的感觉。不过，替摆去的时间啦，第二讲，因为到3年呢，可能失败，不是说像我们正常人安尼，今年通作有时间国泰，可能3年也有时间国泰，职工过去的时间有本地人学到冇？有诶，我也不学到。总是有心理准备的。对，因为有时也得这个没冇按我控制这个声音啊、压力头。好，有时我学到你，其实对人家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要去体谅啦。好，去一个包容的心。也唔系今人自家讲愿意按。对，因为对别人来讲，其实真嘅没冇按的心。好。有点类似，比如说像妥瑞氏症，他可能是他不受控，他只是很单纯，只是一个他想要表达给欢喜，好给快乐，好动作较大一些的，看到人家来，有时就讲杨姐姐，有哥哥，慢言，哥哥姐姐难等来，真嘅很欢喜听，就像我们平常的声音来安尼，只是有时间可能我唔会控制今日嘅力道啦，也系动作的态势会讲到你，因为我会安尼冇喺讲，有时间我睇脑杯看到同样的声音咧，今日坐下睇巴士啦，也系个破茶蛋糕的时间，太普遍的人啦，可能都有国讲一些讲，今日可能唔伫啊讲动作太也咁样嘅，今日顺后都会。今日坐下地，今日顺后都会空安尼。可是我硬係想講，即有個機會滿意下講，真是今日我有安尼個模糊的動作，也係講今日只是講今日控制不了今日的動作，個太一些安尼。那譬如講啦，就像人很多抽困樣，有時你這個冇辦法控制，我想要抽一下停。對別人來講，給咩一種偏聽，好，別人冇辦法控制，不過他並沒有惡意。佢冇惡意，唔係故意要安尼啦。對，觀眾朋友，談到一篇，大家已經有啲了解講，一條聲音呢，其實佢哋唔係故意用多太動作，也係個太聲音。其實人要多加一些愛心同體諒，錯冇？就多一些愛心跟體諒，包容一條聲音呢。安尼楊隊長，你天使志工隊啊，有個名誒，用咗很多天使志工隊，係唔係講？能做的事情可以从天使汹涌关心一条声音呢，这样有一个名的呢。在去年南湾的活动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志工跟小朋友还有老师们的辨识度不是很高。那我在团体活动的时候，我看不到我们的人在哪，所以我希望能有自己的制服。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干部开会当中，我就提出说，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制服可以穿。那所有的干部都阻止我，不行，不用，不需要。以前可是一张牌厅。以前係用牌嘛，有冇講嘛？這麼嘅大家唔想我以為咧制服呢？是，所以我希望說大家能夠穿一樣的制服，所以我們就定下我們制服的一些規定。那我堅持要做，我說只要活動1年超過3次，然後呢，或者是連續參加3次，我們就發一件我們的制服，所以它是有門檻的。那再來呢，我們就開始定我們的隊名。剛開始其實我們幹部組想了很多的名字，到時候都覺得不好聽。청유馬嘅名。對，最後我提出一個叫天使。
那天使这个名字为什么有它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师母都叫我们哦，台中的天使姐姐来了，台中的天使哥哥来了。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天使，所以我们就自己贴上金，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天使，所以我就叫天使。因为你们做的事情真是有爱心，有个意义存在啊。啊，你嗰种譬如说有个名都感觉都给迄时感觉大家头上都有点光环的那种，像天使。嗰种其实有个名也怪好啦，就名副其实啊。不过头头有讲到，给大家不想做那个制服，这么给为什么会不想做这个制服？平常可能大家工作都穿制服穿习惯了，所以就觉得为什么每次活动也要穿制服？那我觉得大家穿上之后呢，就因为我是志工，而且也有门槛的限制，也有一个责任在。那我是要把院筒带好。那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延伸了我们的这样的衣服。那有些人就是先自费先买，我要穿这个制服，我就是要穿，我先用钱买。嗰種嘅制服如果你能上更加做嘅嘢嘅嘛，你全部自己設計啊？是。哦，你除了平常睇做一個工業活動，主要係睇了年也係睇平常嘅時間。平常嘅時間，嗰種能夠自家參加，係要排假，自家會排假嚟參加一個活動。哦。真是有愛心，唔敢講輕功嘅，沒啦，講那個，其實係啊，其實真是對於有愛心嘅人吼，佢冇得分加重要也係一個平常事嘛。啊，不過你愛參加去做一條事情，你錄下你會唔會有意見，會表示認同也唔認同呢？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媽媽沒有吃到講，我做公益，台中就以後做嘅啊。啊，就按盐做嘛喏，还叫做屏东，係啊，做嘛喏，還包茶下伊，啊就知道講冇也冇困擾啊，因為人家片做嘅正經係帶佢哋出去，本佢哋去發通去了，做冇困擾嘅事情。其實正經像剛剛講嘅台中東都公益團體，真的其實一般來講就去到現場帶個活動啊，帶佢哋皮佢哋料，讓佢哋佈置一下環境安尼。其實這大家就會做，人家就正經帶佢哋出去嘅時候，像體拜堂都講帶去邊，安全責任當重，可是啱過正經很做嘅人冇簡單，我就知道講也都堂我參加，好嗰時候特別就去，我特別去嘅時間我沒有讓我太太，我生意嚟講，嗰時候像上一拜結業婚嘅時間，我咪特別。讓我生意搶價，要搶我太太搶價，因為我天數帶我生意咧。哦，我必學必地，人家就可以讓伊天數，可以讓伊付出。佢我生意咧，佢即個好書好教，正常，正經人家就幸福。可以讓伊天數，也咪係讓本地嘅機會教育啦。哦，有冇講生意咧一胎啊？7歲。7歲，7歲都聽到唔出安尼做嘅發動。啊，佢嗰類有冇嘅同工？佢過一拜以後，佢咪正經地都講，我爸爸也都那邊讓人天數。平常我太太咪我帶佢哋去，等我先去創世基金會對發票啊，讓人天數做志工。係就咪我比好，因為我知道講，也下生意要比佢哋都要感恩，要去付出。睇下有一個觀念嘅青年咧，其實佢睇嘅對一個社會啦，對一條人會有更多嘅包容同愛心，應該安尼有個輕鬆有。不過安尼楊隊長，都假人會對人家條工業發動，又出錢又出時間，大家會有咩嘅意見嗎？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意見呢？其實我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是帶着小朋友一起做的。那剛開始第一次他在5歲的時候，他是看到那些小朋友，他是嚇到哭，所以呢，他就自此之後就不要再去了。看了太多小朋友不一樣了。那我在行前已經給他很多很多的觀念了，可是他還是害怕，因為太多。那後來呢，他現在已經漸漸長大了，已經比較懂事了。我再問他說願不願意再跟我去，他說好。所以這次他跟院童手牽手，可以擁抱，然後也非常能夠接受這些小朋友了。哇，安尼個進步輕態呢？因為以前人哋喺講，細年呢可能對同這個無共用的可能更敏感，有冇？是。更加他可以
接受啊，可以去包容的，这才冇简单。真是人的教育嘅有成功。其实我哋也希望讲可以有更多嘅人共下来参加我哋发通本大家比嘛，好冇？对。你未来方就到用对种讲嘅发通地位，还有冇嘅其他嘅发通可以同大家来介绍一下吗？好，我们在干部组已经统筹好108年明年的活动。第一季我们就是哈雷重机，大概有50部。那第二季我们就是带小朋友去逛菜市场。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困难。而且其实院方的老师非常的有限，他没有办法这么多的老师带这么多的小朋友。安全的问题，所以需要借由我们这一些志工们来执行这些事情。那台湾的志工们可能都是倾向于参访，没有带小朋友出外。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参与一般人能做的事情。所以再来就是我们的第3季的活动是带他们去体验大火车。坐火车，坐到哪呀？坐到竹田。竹田哦，迄个人屏东的竹田，也迄个人6队的学庄呢，我们也是6队的客家庄。对，是欢迎。是。那你们去到竹田，会几日的吗？一整天吗？对，我们活动都会是一整天。是。那再来第4季的活动就是野餐露营，带他们到户外去野餐。几点还目前地点还没决定呢。可能是还在跟学校接触屏东科大。屏东科技太好嘅片，这片也请讲。是。不过，你也得发通啊，都是有兴趣的人，就是说想要跟志工队也片做联系的话，怎样的同做联系啊？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这些志工们的，那欢迎您就直接跟我联络就可以了。OK， 都是这样的，将向大家同人联络来参加也得发通，做也得有意义的发通，好冇？哇，今日谈嘅人天使志工队故事，张弟阿讲佢哋真是冇简单呢，用参加来做公益发通，也希望大家继续同佢哋支持哦。今日请感谢2位来到亚天场分享俺精彩的故事，感谢2位，感谢杨队长，感谢杨文哥，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田顿老师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係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積極導演屏東分會，我係黃鎮鄉一片嘅陳先生，一片嘅係紀先生。今日呢介紹呢係廉頗為部，廉頗為部呢係訓練我哋嘅兩骨臂章調整臂章來，講我哋肌肉嘅訓練，最近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嚟做示範，第一動作呢係我哋嚟左手拿起以來，我哋嚟做右腳呢擔起以來，再傾下去呢，我哋嚟左手變下來，我哋嚟右腳也變下來，再過來呢係我哋嚟右手盤左腳，所以我哋嚟左右手天天嚟擔起以來。下一個時間呢，我強調我兩隻手同腳變下來，另一隻手呢，右手拿起來，左腳拿起來，腳掌呢，記得咯，我哋呢腳掌要抬起來，腳掌抬起來呢，我哋呢手根呢，強調順平來，腳掌抬起來，因為幫我哋行路嘅時間，幫我哋呢腳循環過好一些。那我們行路嘅時間呢，踢腳趾，也係我訓練講我哋左右平衡，個訓練我哋呢兩骨微調整。其他另外示範面呢，係我哋行路，腳一樣搖起嚟呢，我左手右腳擔起嚟下去。今日做一個連環動作，擔起嚟係按嚟動作。你擔起嚟時間啊，等下做一個連貫咧，擔起嚟。所以這種我哋係訓練我哋嘅手筋同我哋行路嘅時間，為調整我哋嘅兩骨，為調整我哋嘅兩骨呢，係樣講，我哋人攏坐等呢，攏會畫一片。我哋利用行路嘅時間，我哋嘅兩隻手嘅擺動來調整我哋嘅兩骨。注意事項係哪些？注意事項，觀眾朋友注意我哋注意事項。我哋按嚟擺動嘅時間呢，擺動嘅時間，我注意我腳按嚟撞嘅時間，有嘅觀眾朋友呢，同手同腳我嚟，也係同手同腳。
同手同腳同我哋左邊強樣，我舉唔好示範嚇，要係同手同腳。我做呢係對側，所以我做一個示範嘅時間呢，我哋係冇喺我哋呢右手左腳右腳，左手右腳嘅時間呢，喺我哋變到陣呢，我哋呢右手左腳，所以第一種嘅時間我哋要注意呢，注意我哋呢左右有協調嘛，左右協調，那係屬於個聽一點要注意係哪只嘢？注意我哋呢兩隻手嘅fin，我哋兩隻手嘅fin呢，有人會講fin呢冇平均，其實唔怕，因為我哋呢手有時間個操勞嘅手會個人個成人也唔夠，所以我哋啲做時間，我哋先訓練，我哋用我哋呢腰骨兩邊擺做前後擺動。你行路呢，靠我哋呢兩隻手來擺動嚇，擺動即係我兩隻手擺動個速落嘅，我再來壓空嘅人，我壓空嘅時間我係對側，要講對側呢，因為我左手壓，觀眾朋友多數壓空嘅人，一定係右腳壓空嘅，壓觀眾朋友嘅右腳拿，右手壓空嘅時間，一定係左腳壓空嘅，所以也係觀眾朋友對。在做嘅時間，我哋係對側嘅動作按嚟做。再過來也係一種嘅訓練，我哋呢兩骨稍微嘅調整。再過來訓練我哋呢肌肉，我哋呢大腿嘅肌肉係拿我哋呢腳拿空嘅，拿空嘅時間係天天嚟擺得。即我壓唔到按講，我先壓大個平嘅，我平嘅壓個順嘅。我切頭佢應淡應果嘅哦，切頭應淡應果嘅哦。我切頭淡嗰個啊，係乜嘅？一方面，我哋呢表示我哋呢人生嘅機能有個好，腳氣有個強壯。腳氣有個強壯呢，我哋行路嘅時節，我哋呢兩骨微調整，我哋左右邊都有個順頭。第一做嘅第一。我哋做嘢嘅運動係穩定我哋嘅情緒，我哋嘅心情好嘛？因為我哋平常人做事呢都幾緊張，冇法度幫我哋嘅心情個穩定。第一當中做嘅當中呢，一方面我哋同一時間可以幫我哋呢情緒，幫我哋呢穩定我哋嘅脾氣，幫我哋嘅脾氣。同種用嚟對清下來，唔好再發氣。所以第一係做，啱講係先，有人講我壓數關人，腳要關人一樣嚟咯，唔怕關人嘅時間呢，我人體我天天嚟一下一下唔好急，一下一下拿空起來，一下一下啲嘅做嘅時間呢。我淡空起來呢，有法度講啊！我可以淡得多個位哦，表示人卡拉下有個鬆嘅，人卡拉下鬆，腳盤鬆，我哋行路呢都有個順。我哋呢兩骨啲，我哋啲行路當中呢，我哋呢兩骨一起搞會做調整，為所有嘢都。微調整，所以觀眾朋友注意事項，我再重複一遍哦。注意事項係我哋嘅腳趾，講我哋嘅大腿有表鬆嘛，我哋手壓行去有對側嘛，表下來有對側嘛，所以注意事項係第一隻嘢。注意事項呢，也隻嘢係我哋要稍微注意嘅。再過來，我哋嘅腳盤，我哋腳盤要按嚟上下去，一直從兩地右左腳嘅時間，我哋右腳要變什麼？我右腳變下去，左腳要變什麼？也係觀眾朋友要注意嘅地方哈。所以我兩隻腳先示範，兩隻腳天天嚟按嚟拉，也係要注意嘅事項哈。再過來，但係數，因為我哋行路嘅時間係靠數嘅用嚟自然擺動，嚇數
会带动我哋嘅腳，我手變強壯，我腳也會變強壯，手帶動強壯咧，我腳再壓放起來，壓放起來。壓放咧有個順嘅哦，慢慢嚟切頭得放嗰一些，嗱，放嗰一些。還要注意那隻伊，注意我哋腳變嘅天來行時節，我要用我腳前骨扎馬去嘛，扎馬去我幫我哋咧肌肉，我哋咧踝關節會舒適，所以我哋落下去時節要注意，講啊，我哋咧腳盤，安尼落下去時節，注意哦，我哋一啲我哋咧腳趾項拉放起來吼。站喺我平平切個地馬去，切個地馬去呢，我哋咧腳會舒適，所以我注意壓放起來墊下嘅時節，唔係注意我哋咧力條有順嘛，力條有順，我哋行路都會過強壯，也係要注意觀眾朋友要注意嘅地方。也就所以觀眾朋友唔見我哋看電視，就聽到我哋咧好好來做。好好做呢，會本也兩個微調整，抬腿呢，我哋咧肌肉會變鬆，所以也係我哋咧心情呢，也會聽到呢，慢慢地落下來，會個順。好，觀眾朋友，我今日所做連續動作哈，第一下我哋做腳冇打咩？也係連貫動作，腳冇打咩呢？我哋係要順的，所以我哋要做示範，觀眾朋友也聽到我哋啲做，所以我哋做示範連貫動作，也個做順的呢，腳拿放起來，注意拿放來時間，我哋強要打放起來，呢，幫我哋眼神微調整。幫我哋呢同種呢，讓呢幫我哋呢心情靜下來。觀眾朋友，我哋示範呢都多樣，希望觀眾朋友呢好好啊，看到電視嚟好好啊嚟運動。我哋今日所介紹呢係練波圍步，唔係做到好呢，希望下一次再來聊。